尽管东突厥散的许多地区因武汉病毒疫情而被封锁，但有消息证实，中国当局迫使维吾尔族青年继续在工厂工作。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年轻的维吾尔族男女在东突厥散和田的一家丝绸工厂里当奴隶，穿着同样的工作服。一位曾暴露中国强迫劳动的男子说，这些工厂中的大多数工人都是从集中营带出来，他们每天工作13个小时，每月工作500元或以下，其中一些人是集中营拘留者，他们是免费工作的。在东突厥散建立庞大的集中营系统之后，中国当局正在推行强迫劳动政策。无数的维吾尔人遭到集中营和强迫劳动政策的破坏，成千上万的家庭破裂，数百万维吾尔儿童成为了孤儿。土耳其外交部长乔乌什欧卢在尼日尔举行的伊斯兰合作组织第47届外交部长会议上发表讲话，他提出伊斯兰世界应该为维吾尔人等被破坏的民族的权利发言。消息称，这是乔乌什欧卢部长首次在伊斯兰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维吾尔问题。海外维吾尔人和人权组织一直批评伊斯兰世界沉默中国对维吾尔人的破坏。据阿纳托利亚通讯社报道，乔乌什欧卢对每年3月15日反伊斯兰恐惧症斗争日的提案表示支持。该提案由巴基斯坦提出。他继续说，我们必须为维吾尔人、罗兴亚穆斯林、希腊和欧洲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发言。欧洲犹太新闻社于11月26日发表文章，敦促欧洲采取行动，对抗中国对维吾尔族人的镇压。欧洲犹太新闻社总编辑尤西·兰科普维奇发表了题为《欧洲应如何回应中国对维吾尔人的人权侵犯》的文章。文章认为，中国必须接受欧洲提出的调查东突厥散的提议，对涉嫌侵犯人权行为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并向国际刑事法院控诉。尤西·兰科普维奇援引比利时绿党议员穆萨埃尔·科古拉迪的话说，仅仅说我们感到严重关切是不够的，必须采取具体措施。他还提到，将实际上从奴隶制受益的中国组织和公司列入黑名单，将这一问题提交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审理，尽管中国是 ICC 法规的签署国。武汉病毒疾病起源问题时有争议。世界卫生组织突发卫生事件执行主任瑞安周五表示，所谓新冠病毒并非起源于中国，这是一种高度猜测的说法。疫情爆发至今，武汉肺炎病毒起源说法众说纷纭，但多数认为病毒源自中国。稍早之前，中国透过其国营媒体宣传，新冠病毒在武汉被发现之前早已存在于意大利和西班牙。中国宣称进口冷冻食品包装上存在武汉病毒，并援引科学论文声称病毒去年就在欧洲传播。对于中国的说法，瑞恩在日内瓦召开的视讯会议上反驳。他说，对我们来说，我认为直称疾病非起源于中国是一种高度猜测的说法。从公共卫生的观点而言，这是很明确的，就是应该要在出现首次人类感染个案的地方进行调查。有伊朗炸弹之父号称的伊朗核科学家法赫里扎德在首都德黑兰附近遭遇袭击身亡。伊朗官员谴责以色列幕后指挥了谋杀。在伊朗官员的声明中，特拉维夫政府被指控为暗杀核物理学家法赫里扎德的凶手。法赫里扎德也是国防部研究与创新局局长。以色列消息人士称，摩萨德试图在2018年暗杀负责德黑兰原子反应堆的法赫里扎德，但没有成功。